可以了，这个声音可以吗？1、2、3、1、2、3，这样 OK 吗？这个音量1、2、3、1、2、3。我已经转到最顶了。最大的是不是？最大。好。对啊，Hello，喂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。中间哦。来，再讲一下。这个等一下，你再。这个等一下可以帮我调一下。哎，为什么没有？那你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，这声音可以吗？1、2、3，最大声，最大声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个声音你觉得 OK 吗？大小声上 OK 吗？可以。这个声音，欢迎大家来到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，各位贵宾，可以吗？声音可以吗？最大声好。哦。那我现在踩什么屁股掉？这边。OK 啊。OK。你们。是有上台吗？没有，都在台上。哦，都在台上。只有一趴，就是拍照人很多的时候你不下来。好。这是你的 stage。OK。好的。他是从开场的时候。对，因为洗手，他说洗手间他打出来。就是打开好了。你就洗手间出来，你就开始。好。嘿呀！厉害哈！今天是硬着头皮呢。哎啦！哦，就难呢。完了，你卡住了。我现在已经快贴住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我的约定哦。我等下不行，我就那个。就等一下，我是接棒。对，打开。我们欢迎凯尔。我现在练习一下，各位贵宾。媒体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空手戏的记者会现场。咱的活动伫咧3分钟了后就要开始哦。请大家吼，较紧入座，较紧入座，好，安尼。可以，赶紧坐好，是不是？坐好会不会太那个？你用入座，有人听无咧？对，我觉得入座好像有文言文。阿未到诶。大家坐好哦。我就讲就座哦，蔡哥你台语不错哪里人？台中吗？台中，你刚才我倒位？高雄。你人头前我就咧讲高雄，坚定。坚定。你知影坚定吗？知啊。伫迄个梦时代遐。阮昨仔老师就是坚定国小。啊，真的哦。学生。那前镇国小蛮近的，我是正昌国小附近。好，那我们正式来一次啊。现在很闹吗？对，我们先前面先播。那等一下会有一个彩排。对，我们就其他各位兄弟姐妹可以先帮我们入个座。充当一下。充当的贵宾朋友们。开始。随意坐。好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到空手戏的记者会。咱的活动伫咧3分钟了后就要开始咯，请大家紧坐好哦。各位媒体还有贵宾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孔雀鱼的记者会现场。我们活动将在3分钟之后正式开始，请各位媒体朋友们尽速入座。好，这是开场。开始。好，我当 start 等下就我上。好。各位贵宾，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到空手戏的记者会。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，也是花戏的主播，我是依晴。欢迎大家。今仔日咧要来甲大家讲嘛，咱花戏有公司的台语台做伙来合作。那个我们前面，等一下哦，主任，我们前面本来是指他开始的时候，你说下一句他再上去。好，抱歉。好，那再一次。好，我们对。你要 Q 他，辛苦。好。那我从 announce 开始，让你 Q 再上去。比如说3分钟之后。OK，3分钟进行开始。各位贵宾，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今天来到空手
想讲今年啊，阮推出的勇气家族，大家有看无？勇气家族就是咧讲咱歌戏人，啊，佮有歌戏家族因的故事，要来介绍互咱观众朋友熟悉传统的文化。啊，佮有我的意外室友，大家有看吗？你若有看，你就知影，真正是足笑亏，内底有足侪足好笑、佮足温暖的剧情。啊，无讲到咱少年人，啊，佮有咧是大人带做伙的即个问题，嘛是逐日咱来思考的，对无？啊，佮有咧，拄仔演煞的无做推定，即出戏呢嘛是有讨论到足侪社会上的问题，嘛是互大家印象足深的。今仔日咱就要佮来介绍咱的新戏。咱的新戏就是花溪啊，佮有公司台语台做伙再度来合作，要推出的即出戏就叫做空笑戏。空笑戏咧有犯罪部分，啊嘛佮有悬疑的部分，实在是足精彩。啊，要甲你讲哦，伫个即个礼拜9月29开始，伫个公司台语台每礼拜日的暗时8点，啊佮有咧花溪主频12台暗时10点。拢会来播出咯。啊，恁兜若是无电视不要紧，你伫咧网络嘛会看会到，像咱 Line TV 啊，啊，佮有中华电信 Happy Video 影剧馆 Plus， 啊，佮有咧咱的爱奇艺的国际台拢看会到哦。好，啊，咱即马一开始咧，就要先来邀请咱的歌手 Starco， 因为咧，伊的歌即届伫个空笑戏内底嘛是有出现咯。我们邀请 Starco 来替咱演出一条歌，叫做开。他刚跟我讲，忘记了，归魂书。这里，然后再做一个下，声音，嘿。归魂书。你请，嘿。你会唱？要这播就好，过去就好，好过去啊。OK，换你。好，多谢咱Starco的演出，来播一下歌来者好无？实在是足好听的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咧要一个来介绍今仔日的贵宾。我有个疑问，我们的长官今天是不是有换？是副总。讲话都 OK 了，音乐的时候，讲话也没有。好，咱即马即个时间就是要来欢迎咱今仔来的贵宾。啊，咱的咧，若叫着名的贵宾，请你站起来，甲大家握一下手的，拍一下招呼的哦。好，啊，一开始咱就要先来欢迎花协副总，花协副总苏桂莹副总，欢迎。真多谢副总，过来，咱要来欢迎的就是咱公司台语台台长吕东西台长，欢迎台长。啊，佮有咱中华电信今仔日嘛有足侪代表来，咱做伙来欢迎中华电信的代表，真感谢因的支持。啊，佮有足侪贵宾吼，咱就无一个介绍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啊，毋过嘛是真多谢大家今仔日来遮捧场哦。好，啊，咱即马一开始就要先来邀请咱公司台语台台长吕东西台长，起来台长，甲来讲几句话，欢迎台长。哎，声音好像没有哎。Hello，哥，有开吗？没有。有声音吗？声音有，有吗？背景音乐出场背景声音。嘿。哦，所以是有。为什么？要小声一点。为什么？好。Hello。不是你太靠嘴唇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多谢台长。好，过来咧，咱要邀请咱的副总苏桂莹副总起来台长，甲咱讲几句话，欢迎副总。麦克风还是大声一点。就有点小声。我觉得好像是女生的声音都比较收对，开。女生她不会用力啊，不会嗨。就会不见，她的声音就会不见。好，再一次，我们欢迎吕东西台长，光顾部委，欢迎。嗨，test 1、2、3 test， 那好像可以了，这声音 OK。好，多谢副总。
招啊，看迄边，咱即马再次哦。好，多谢副总，啊，刷落来咧，我邀请大家甲目睭照互我，看迄边有看到无？咱即马就要做伙来看一下孔雀鱼的片段，咱做伙来看。咱即马生活到遮鱼，就差不多收，嘛收袂出去。毋安尼想啊，无底卡，互人传落去，就会变成。声音的部分，对，我们要看完忍一次，因为刚刚没有整个走一次。不会啊，9分钟而已。9分钟而已。就是有孔雀鱼啊。我就 hold 这边，让它掉下。它这灯可以关吗？对，妈点要关这个灯。可以关吗？可以关吗？可是这样应该还好哎。对。啊？在播片花的时候，灯可以帮我关吗？那个面关。灯哦，酱面。灯。我是觉得没有，对啊。因为我转这一过来，这一颗关的是有差，这样比较看得而清楚。且太靠近那边的人转过来，其实视线。这边就还好，但那边就真的是这一颗灯可以关掉。这颗灯可能要。好吧，那我们播片花的时候，多对到把那个灯关。就这边，因为转过来其实会一直受到灯的干扰。所以这个片花的声音是干扰吗？都是商业的。会，摄影都会，我们平均那个摄影都会。我这边拍颜色不一样啊。你要不要重对白？用575重对白。575打不了全部啊，你要四周的环境光。哎，主要是那一块就好了。你觉得呢？都可以啊，你决定好就好。用55。那从那个谁，重新对白。换一下。对白，要高4分钟。你要调多少？我帮你转。575。转到右边，这边。对。全部啊。所有的人都在这边，光都下到这边来就对了。我可能。对，都下到这个美女。赶紧帮我退一点，点，把它照美美的。41啊。等下，还没动，还有一只。你待会关灯，他没有关灯，你就把电源关掉就好。就是这样念的。好吧，电源关掉就好。你要问许芳姐哦，你要问。对啊，这个一碗素汤啊。你怀疑我台语？不是，他有些有。卡尔，节省时间，你先往后记。刚刚颜色怎么样？那我们影片等下就台长要用国语念还是用台语？台地是台地吗？台地嘛。可能要看一点。要吗？不用了，太难了，不要害我。你这里卡尔，声音上台乐我先不跟，你先继续整个走一次，拍照那个。好，咱看了这片段了后，你会发觉到内底有做者嫌疑的部分，你就想要知影答案的对无？啊，搁有啊，你会看到明星，啊，搁有安心呀，两位女主角的名文。除了这以外呢，你还发现咯，他要攀吗？每一个他也要攀了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主要是这个。个性实在是拢足有特色的，啊，搁有因的演出嘛是真正足用心的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咧就是要来欢迎咱的导演钱仁豪，啊，有金助理林少伟，佮来台顶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咱拍片的过程。欢迎两位。这时候会有音乐吗？还是不会？会。音乐先脱钩，因为大家用片花的。好。test。安尼咱请两位导演，啊，有金助理先。不用。好，啊，咱一开始咧就要来问一下导演咧，其实因家己嘛是编剧嘛，
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吗？就是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即届你设计角色的，即届的角色吼，咱常常拢感觉像咧咱生活中会看到、会拄到的人。啊，安尼这角色的灵感是倒位来的咧？哦，好，咱搁要来请咱的制作人来甲咱分享一下，甲导演即届做伙拍即出戏，感觉是安怎？心情是安怎？心情是实在是好，因多谢，互咱真正是足期待即出戏的演出。好，真多谢咱的制作人，还有咱的导演。啊，刷落来咧，咱就要来介绍咱的演员啊咯。啊，一开始咱要先来欢迎王志祥、蔡明秀，还有美丽本人，请上来，欢迎三位。好，啊，即摆咧，咱要请三位简单介绍一下咱伫咧即出戏内底的角色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志强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明修。好，真多谢，他们会讲一下对角色。好，真多谢三位先立正。啊，再来第二组，咱们来欢迎张在兴、夏信婷，还有张嘉轩，欢迎三位，我先鼓励一下。嘛是共款哦，要请三位演员，甲咱家己简单介绍一下家己的角色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嘉轩。我是张在兴。夏静婷。好，啊，咱要简单甲大家讲一下，恁三位伫咧即出戏内底演出的时阵吼，倒一个部分是你印象上深的？好，真多谢，多谢三位，请入座。啊，再来，咱要欢迎蓝伟华、李新文，还有亮哲，欢迎三位。嘛要请三位简单介绍一下家己的角色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蓝伟华。李新文跟亮哲。好。有吗？有。好，啊，其实呢，这三位伫咧即出戏内底拢是演。要给他们叉叉吗？那你就是一个在这边，另外两个在这边。这他们会知道吗？那你就好，可以。因为这边一个嘛，那边。好。好，啊，这三位伫咧即出戏内底拢是演警察啦，拢是演警察。啊，我发现内底有做者暗藏的真相，啊，佮有迷离。啊，要请恁三位咧演这角色的时阵呢，你敢有做啥物特别的准备，还是研究无？啊，这个准备甲研究，敢有对恁的演出有啥物样的帮助？哇！无呢，好。好，真多谢三位，多谢。啊，过来，咱就要来欢迎咱的女主角咯。即马要邀请咱的影星安心雅，啊，佮有叶永和，欢迎三位。共款咯，嘛是想要请三位先简单介绍一下恁的角色。大家好，我是影星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永和。好，啊，一开始咧，咱来笑问影星啊，这算是恁头一次演台语对无？啊，你演台语的时阵，其实讲台语嘛是一个挑战啊。啊，你感觉演这个角色野难的时阵，上困难的所在伫倒位？讲台语。讲台语。好，啊，这个安心雅是演小雪，互大家看到无共款的安心雅。啊，甲咱讲一下，其实这届咧演的时阵吼，听讲有足侪台词啊，是足来很犀利的对白啦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家己想的吗？还是甲导演来讨论的？好，真多谢。好，真多谢大家，多谢三位。啊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应该是要留在现场。好，真多谢。好，真多谢三位分享。啊，即马咧要请三位演员先留伫咧台顶，因
因为咧听了这演员的分享了后，相信大家一定非常会期待这出戏的演出。啊，咱即马咧就要赶快来邀请咱的贵宾，包含着咱的华视的副总，啊，搁有咱的公司台语台的台长，做伙起来台长，甲大家来翕一张相，大合照。那他们要在哪？这边其他演员都会上。对，哦，对，好，那我再 Q 一次，慢慢请所有演员做伙来到台顶。导演跟制作人。好，所有演员来到台顶，包含咱的导演，啊，搁有咱的制作人。同一时间呢，慢慢邀请着咱的台长，啊，搁有副总，做伙起来台顶来翕一张相诶，请大家上来大合照一下。好的。上咯，请大家准备好。先拍一个没有，先拍一个没有的啊，然后再注意上面。需要上吗？他们拍完太多 Q 点，所以电话他们很少到。好，拍，好，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。所以好，咱翕了相了后，即马多谢咱的贵，要先请贵宾下来，演员自己再拍一次。就是接下来就收牌，收牌开车就开始。那这个时候副总跟台长都还在这，都下来了。请长官跟先休息。那长官是有道具的部分吗？没有，道具有。OK， 道具完之后他们才下去。反正就是大合照，他们两个都会在。 OK。然后是后面的时候开始他开始 Q 那些什么情侣主题的时候，他们他会 Q 的。好，OK， 好，安你先。你那边有分，你有写分组吗？那不能照他分数。那你就不可以，你不要2万他，我就要照他。所以一开始就是长官大家都合照，合照完道具上，上完之后长官下，道具走，道具走，长官下，对，道具走，长官下，道具走，哦，再一个艺人大合照。对，我是说长官什么时候要下？道具走的时候就下。OK， 好，道具走。再一遍，就是全部上来塞好，先一个合照。对，然后道具上。道具上。好，这2个都有长官。对，有长官。然后此时此刻，同时道具走，然后长官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分组，哦，演员大合照，好分组，然后再分组，这样子。再做分轨。你要 Q 就分轨。没有你 Q。我怕我台语不是，我就说谢谢贵宾啊，多谢。Q 的时候用国语啦，你听哦，那国语吗？因为已经算结束了。然后熟悉的语言。心彤，你那边好了吗？你好了，影片那边还是要再一次哦。好，那就是多谢副总啊，还有台长，啊，即马请咱的演员继续留伫咧台顶，咱来继续来翕一下相的。好，第几组你要 Q 还是我 Q？ 第一组是尹欣跟安心雅，还有叶永恒，然后尹欣跟安心雅，第3组蓝伟华，好，就依照这样顺序。好 ，OK。这里 Q 啊。好。好，我就说。你可以 Q 的，阿伟你不 Q。你先不要 Q，好啦，我 Q 啦，那反正你要讲，你跟我说啦，好吧？你要换组跟我说。OK。好，真多谢大家，感谢各位贵宾，还有现场的朋友，还有网络顶的朋友，今仔日的记者会比较完满结束咯。咱讲出去伫9月29号礼拜日，公司台语台暗时8点，还有华视主频站2台暗时10点，拢会来播出咯。啊，网络顶嘛是快乐，包括是麦。
是有点，就是上次是有点错开。对，我上次把它错开。对啊，所以这边要稍微错一下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到了。可以从影片开始了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然后心头，影片结束的时候的上台那一段也要跟着音乐要跟上，我就补这一次就好，好不好？你说影片一结束就开始。不是那个他的出场乐，你帮我影片结束后，每次看影片结束接的那一段，这一排就好了。所以心头你要听一下艺景的那个 Q 上台的那个。那他上台之后我就不要再放了。对。后进度。这样子。哦，我那边错了，开。可以吗？我的箱子怎么被拿出来了？心头啊？好，咱即马生活到这里，嘛差不多收，嘛收袂出去。慢咧收啊，无你卡，无错。好，咱即马咧要请大家甲目睭照好啊，看迄边，咱要做伙来欣赏一个空手戏的片段，咱做伙来看。咱即马生活到这里，嘛差不多收，嘛收袂出去。慢咧收啊，无你卡，无错得去，变成就是就一样。我又不会打过去啊。因为主要是人都在这边，所以他们的光线视觉会好不好？所以等一下就是我们说要播片花的时候，你就帮我把这两个灯先。那你就把那边的电源那个关掉就好。然后这样，然后播完以后你再帮我看，谢谢。如果声音再大一点，会妨碍到你。我只能拍啊，我要拍的时候。我刚才移过来。没有。我不要拍上去，对，不会拍。因为只要拍，我们只要拍台上的人就好，其他都不用拍，就拍台上的人就好。我知道。对，你不用骗，这不用骗，不用骗。这样子不妨碍啊，不妨碍你啊。拉的，这样不妨碍你啊。再麻烦，谢谢。没关系，不用，花香空的姐。好，开灯。还没。还没有。这么长哦，这么久。片花。那它的 ending 最后一 part 是这样播完吗？对。它是变的。你
OK 吗？以前试验时阵，身体电管放为一个 X 光机，用小型手机来传相对最传统的研究。今晚要对到开始。等我不好意思。所以他也试过，就是那个
这个我们只有讲话的时候会把它这个音乐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进啊？一个的喝。起打等下播出来，我放在算出来。我要在然后打。按喇叭。
啊，你是要来是无？我家己是可以输咧啊，有诶用时阵，好诶，真正是你讲诶正，有够出来是。当然，这个囡仔毋是有记得迄是啥物病，是毋是？老人失智，以前他真正是好好学岁耶，现在就是一个有无啦。你讲总统你是无错的啦，恁做嘛做你足久啊？啊啦，啉酒一个月才8天，敢有白讲哦？哦，对啊，恁做嘛有敢若会唱歌跳舞，尔都无做的事啊，厉害路。你是咧加什神顺啊？你毋是咧做传播，你就是一个破牛佬啦！是乱啊，是乱。听得大家现在清楚，电疗3秒没有那么明显了。爸爸给出差啊，回归家，别等你袂骗我吧？会啦。这是我的辛苦钱，你要好好投资哦。你放心，我当然嘛会为着咱的未来好好打拼。所以，我拜托你，我最近落来时阵，是因为我在那个已经开了。啊，你莫家己做遐尼济，我那，test test test test，嘿，1 2 3 1 2 3，清楚多少？清楚啊！嘿嘿嘿嘿嘿。麦克风飞，麦克风飞，看看可以看看看看。好了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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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比较小声一点啊，那个比较小声一点。会出现会增加。好，麻烦你了。我之前也想要做警察。早三上优秀的一个体分哦，而且也济呢。做妈妈了后，我才知影，有寡代志，甲做人查某囝的时阵，想得不好。做好看后，你安尼毋是办法的，有想要干哪做着？我的工课哦，毋那辛苦。做代志的所在哦，是哪啥都讲太过了，一般人哦，根本就讲袂落。就是变送的。这名的厉害者，拢是做传播媒的工作，讲出来的代志讲发生了，而且死的时阵身体顶悬，还有一个 X 的记号，用手印手计划，专门针对这传播媒的研究。做出来，很大问题，很严重，很小看。即摆要对倒开始。
是咧台人生活啦。我这话你吃啊，我必须做，讲这个可能，啊，最后会是被所以来做了嘛。啊，你但是你那个输了多少？啊，我输了。你还记得，这是你上的后面的物件，也是我。班1、2、3，嘿，啊，嘿，嘿。来，一起来。我一起的，来。123，123，123，123，123，123，声音可以吗？声音可以吗？第一题的声音有点小，我都是比较大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1、2、3，声音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吧？等一下，这一次再讲，这一次再来一次。1、2、1、2。好了，好。Hello， もしもし，麦克风test。没了。啊，就4支。应该袂叫问。我来讲一下。维龙汤晚一点到，不好意思，那你要点，那你要喝点东西吗？那我们请他来讲。好好好，这样。
还有面呢？那把那些东西往那边。如果对餐点在那边有问题要跟我说，谢谢。大哥，你们赶快先用餐，先用餐，谢谢。这边也有。我进不去啊。对，刚才要是上来，我有另外拉上海的数量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当时拆那个小飞机，那边是400飞对吧？而且他们正常说，如果是就是你要去没里面吃，没有就知道这个吞了进去。我觉得这种不能让这种吃掉了。谢谢高一哥，今天太辛苦了，谢谢。我有语音嘛？也可以啊，我只是觉得这里很窄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在这里用。我只是觉得这里很窄，所以我不想上。等会会动，没关系，我放这里就好。谢谢。我的意思说，这里就是它这里很窄，有人在过挂，所以我才不上这里。我就不要这里。我觉得可以，你可以在。这会挡到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不是，我会不要扯到他。刚刚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个位置可以啊。对啊。
有，等一下，我到。晚上洗澡吗？只要在有趣。
帮把电源关掉就好。你们法务要处理动。知道了。哪边？靠左边走对了。
Hello，金老师，这来影响到你都爱讲吼。无要攀一个话啦，袂吼。这支哦，你来甲讲哦。等无啦，可以。较后壁就好啊嘛。我即摆实干安尼。你等下摊过去吼，有小可穿毛毛病。所以伊讲免攀啊。免攀哦。迄边无遐重要，正面较重要。应该是爱甲你平啦。大家互相。
加班偌济啦，甲人讲无加班。对吗？不对啊。那你是整天话说这种地方会遇到那主任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到空中鱼的记者会现场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嘛是华视的主播，我叫易晴。咱华视甲公司台语台哦，大家合作的戏真个是足好看，啊嘛足精彩的。就是讲今年啊，阮推出的勇气家族，就是咧讲欢喜人、欢喜家族因的故事啊，佮有精神，啊，要来介绍咱的传统的文化，互咱的观众朋友。啊，佮有啊，我的意外室友大家有看无？你若有看，有看啊，有看你就知影，这出戏实在是足笑花，足好笑的，啊嘛有足侪温暖的剧情，啊嘛有讲到咱少年人啊，甲是大人啊，怎做伙会遇到的问题，拢是咱大家来思考的，对无？啊，佮有啦，拄啊演出的这出《无罪推定》，这出戏呢嘛是讲到足侪社会的问题，伫咧内底嘛拢有讨论到。啊，今仔日就要来甲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出戏叫做《孔雀鱼》。哦，孔雀鱼呢嘛是咱华视啊，佮有公司台语台做伙来合作的戏哦。这出戏有足侪犯罪部分，啊嘛佮有足侪悬疑的部分，实在是足精彩。所以即摆就要来甲大家讲，当时的播出来，就是伫咧礼拜日暗时
Starco 的野歌的即摆连空秀气嘛有出现咯。啊，今仔日 Starco 要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啥物？叫做归魂书，因为这个魂书就是咱宜兰的腔。哦，用宜兰腔来唱的一条歌。叫做归魂书。归魂书，来欢迎 Starco。谢谢，老师来了。就当救我啊，不要紧。滚书歌，地铁较车偏，滚书夜，山路无咧行，滚书雨，自细暗到大，滚书戏，自家我来搬。你讲的嘴角我叫不跟烦恼，家己的歌手甲嘴角拢全部伫做啥世地盘，拢爱叫哥哥，听这个曲拢会讲我较招好，上大声的抖音代表我骄傲。啥来代表拢是这感动，上面上应该是咱的传统。你看卖菜会讲煞上新的图，新的老用盆栽有结果，后水内底甲一粒金做我表面，亲像是中医的海洋地海哟。吹啊吹啊吹，飞去了路途。那些的海线陪我已经在头毛。地铁较车偏，滚书夜，啥物拢无咧惊，滚书雨。自细暗到大，滚书戏，自家我来搬，滚书歌，地铁较车偏，滚书夜，啥物拢无咧惊，滚书雨，自细暗到大，滚书戏，自家我来搬。谢谢。我想来吹嘞，我想谢谢谢谢各位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嘛要一个一个来介绍今仔日的贵宾，啊嘛请有叫着名的贵宾呢，会当站起来，甲大家按一下手，拍一下手，好诶哦。好，一开始呢，咱要来欢迎咱华协副总苏桂玲副总，欢迎副总。副总，再来呢，就要欢迎咱公司台一台台长吕东西台长，欢迎台长。好，接落来咱要欢迎的是中华电信的代表，今仔嘛做一代表来到现场。中华电信代表欢迎。好，啊，搁有做一个贵宾嘛，伫咧现场吼，真多谢大家今仔日来支持，啊，搁有捧场。啊，咱即马咧，就要来邀请咱公司台一台台长吕东西台长，要来台长甲大家讲几句话。欢迎台长。这个所在内底也变啦，拢华视参台一台合作，比如讲，台一台真欢喜参华视会当共同来推出拍一出好看的台语剧吼，因为艺术是无分语言的吼，所以阮台一台创台以来吼，满足的我今年嘛入围16项吼，18项，啊所以讲我是安尼讲，我是安尼想啦，我真少，因为这个场啊其实无啥讲伤济话吼，伊也有会愿意表现，但我是带只要特别讲就讲，艺术无分语言的，只要演了好，啥物语言拢会当变成上好的艺术。所以台一台参华视吼，29号8点到10点，华视10点，咱这出戏绝对是好看，因为我昨才看完无对对阵阮台一台才放上了，真正会当做好的。我相信这出戏嘛会当变成台一台个华视真好的合作的迄个典范吼。啊，希望这出戏，唔希望这出戏，就讲这出戏一定是收视率一定是搁足好的，搁红红的，多谢。多谢台长，谢谢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咧就要邀请咱华协副总苏桂玲副总，嘛起来台电讲几句话。华协鼓励一下，欢迎副总。台长好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带刘总经理来这里跟大家致辞。洪振宇呢用台语来挑战演绎，有丰富的一个悬疑色彩跟深刻的人性探讨。那透过两位女主角的命运交集，来阐述小人物在黑暗中如何点亮生命的光彩，为他人和为自己带来了希望和温暖，彰显了平凡人
雀鱼它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但是为了生存，它必须坚强地活下去，以强韧的生命力来展现独特的人生色彩。相信这部优秀的作品、一流的制作团队以及坚强的演员阵容的精湛的演出，我们这部剧一定会有好成绩。在这里也预祝孔雀鱼的收视率亮眼爆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副总，谢谢。好，算了来，我要请大家把酒酒互我看迄边，有看到无？咱即马就来做伙来看一下孔雀鱼的片段，做伙来欣赏一下。咱即摆生活到遮鱼，嘛差不多啊，收嘛收袂出去。安尼想啊，无底卡，互人带落去，就会变成足水的孔雀鱼啊。即摆是我肯定是甲你说了行动。有会用时阵，阿伟，真正是你误会车，有可能出代志。敢若这个囡仔毋是有得着迄啥物病，是毋是？某瑞氏症，以前咱真正是阮学校上水的，即摆就是一个有无啦。你讲你是讲错的啦！恁做妈做你足久啊？啊啦，恁就这个在变天到白讲哦。哦对啊，恁做妈就敢若会唱歌跳舞尔，就无做的事啊，厉害如。你是咧假装孝顺啦？你毋是咧做传播，你就是一个破丢佬啦！你怎么了？我觉得我过了。你唔系啊？即摆就安那，都怕，是乱啊，是乱。爸爸去出差过几工，就会转来。你袂骗我吧？袂啦。这是我的辛苦钱，你要好好投资哦。你放心，我当然嘛会为着咱的未来好好打拼啦。所以我拜托，我最近落来的时阵，是连我50万过来都真重要。啊，你哪会家己借你遐尼济钱？我哪会拢唔知啊？你第一钱我啦，叫一摆、两摆，每场拢上。我真正甲当作是兄弟，当作是大兄才招伊。即马要去厝了，想也袂见笑啊。公爸、公母啊，我就这样的钱都公公呀。啊，更紧巴哦。姐，心情就更小。你刚才想的不错啊。哦，你这个
就是变少男的。这名的被害者拢是做传播媒的工作，拢有受到个代志讲发生啦。而且死的时阵，身体顶悬放画一个 X 光机，凶手竟是有计划专门针对这传播媒的手。做出来，很大贡献，安尼做，安尼我可以想到。今晚要对倒开始。甲阮书包等在涂骹，讲你足臭的。变少是我的工课，靠家己的气来做工课，无啥物好见笑的啊。是啊，我想，免啦，咱做明天面，我爱加油啊！你刚刚伊到底怎样转变代志或者？毋知影这凶手甲昨日时阵放同人。西北台，你这边冲啥啦？现在相信吧。我知影你讲昨日的代志。你哪有甲昨日共款的老钱啊？你甲昨日是啥物关系？我若尊重你的时阵咯，确实顶。我报你的时阵，特别叫做对头。大刚，你敢要搞啦？哦，恁做一摆好笑啦。这个无论安怎，你是一直甲我破，你若无破案，判断我，以后你的路，嘛无你嘛好行。你认为，咱们即马出来证明嘛？到底是当是死还是活？我让无消息。我感觉哦，以后西北台拢是我啦。反正哦，你一个人哦，继续做，讲这个可怜，啊，最后讲话一片片，所以咱做伙了嘛。啊，你但是你那个输了多少？啊，我注意过。你要记得，这是你上过无名的物件，你要想好。
那我跟导演已经合作认识了20年，我对于他的作品大概从来都没有质疑，只有欣赏。那希望大家也跟我们一样期待这一部片，能够收视以及口碑双赢。谢谢大家。希望收视能够长红。特别来问一下导演，因为这届导演嘛是编剧对无？大家拢做好奇的，这孔雀鱼空手鱼这个名是安怎合出来？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？因为我也是个单亲爸爸，是，那我会带孩子去夜市捞鲫鱼。那其实孔雀鱼就是夜市那个捞鲫鱼的小鱼，那因为它其实很廉价，但它其实看起来很漂亮，它生命力很强，所以我们就从底层的社会的小人物的故事来发展这个。所以我想取孔雀鱼这个名字呢，它其实有它的意义在。对。刚导演有讲到说，像是底层的我们会看到的一些人嘛，像是我们在生活中拄到的人、看到的人，还是熟悉的人，拢伫咧这个角色内底，所以这就是这个灵感嘛。角色的设定上，我15年前拍过一部电影叫《纽扣人》，那时候就是吴镇宇演的一个帮黑社会收尸的，那所以这次有机会碰到2位很好的演员，我就想说用女性的角度来做这个命案现场情结构。其实最早我的灵感来自于我看了一个社会新闻事件，在南部的一个派出所，有一个清洁阿姨退休了，然后很多长官都去欢送她，那后来人家才知道，原来她是以前小队长的遗孀。那我们这次拍电影的我们这次拍这个影集的时候呢，也去了很多警察局取景，也确实知道说有很多长官的遗孀在丈夫殉职之后，她的遗孀就在派出所里面打工、做生意、做事这样。对。所以有点类似这个灵感，让你想到要制作这一部《孔雀鱼》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本来是一个非常血腥暴力的故事了，本来是命案现场情结构。但后来慢慢演变得比较像是遗物整理师、送行者，然后就有2位女性的演员，把我们生活中可能本来很微不足道的故事带出来，但是我相当感动的。好，希望这收视会让长红，好棒棒！那再来马边来问一下咱的制作人啊，这一次跟导演合作有没有一些心情或者感受？拍片的心情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刚刚讲，我跟他都快20年了。对啊，我们彼此之间只有信任，然后我对他的作品完全就是佩服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这部片。谢谢制作人，还有谢谢导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阿哥来咧，咱准备来介绍咱的演员哦。一开始要欢迎的第一组就是王自强、蔡明修，还有美丽本人张景来、国家春蕊，欢迎各位。好，即摆咧嘛要请3位的演员来介绍一下这届伫咧戏内底的角色是演啥物嘞？美丽本人先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美丽。我在这部戏里面是导演设定很多人大家都是平民，我是唯一的富裕人家。对，我是2代。我在里面饰演要马2代，然后基本上是演一个痴汉的。痴汉是不是？痴汉，有钱人，你是唯一的有钱人。对，他们都很穷，然后我是最有钱的。我是最有钱。好，期待你的演出。好，再来请蔡修明修哥。刘龙涵。为什么？伊讲伊足好囝，文化无伊6点伫咧做人。你看起来像流浪汉。伊就叫伊做叫做地。哦。我叫伊包一个，我自己有家暴他，下面开讲是啊，所以我感觉我这个是做到的，我的理想。是。我看到了，叫我太做做。刚收这钱的就对啊。好，多谢。阿哥来，多谢，张自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自强。在《孔雀鱼》里面呢，饰演一个
虽然很喜欢贪小便宜，然后他却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啊，一路上带着我们的亚楠女主角，然后一路走向这个清洁现场的人生，并且找到她老公的相关的事情。谢谢。所以是一个清洁公司的老板，对不对 ？OK， 谢谢，多谢三位，多谢嘉敏哥。好，再来欢迎张在兴、夏静婷，还有张嘉轩，欢迎三位。我想各位的，欢迎三位。好，一开始咧，嘛是要请咱三位演员来介绍一下啊，家己伫咧戏内底的什么角色？大家好，我是夏静婷吼。我伫这戏内底吼，我所演的是一个叫米玲大爱啦吼。米玲大爱。米江，哦，对，米玲。然后是一个兄弟啦吼。虽然他这个事业很多啊，那但是呢，他跟老婆啊非常的不合。看到老婆，然后就是拍皮球啊，就是会大吵一架啊。那可是呢，他却有非常柔情的一面啊。最后呢，是因为在戏里面突然暴毙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小弟要跑出来顶罪啊，然后所以说就有点悬疑啊，到底是老婆把我灭口了，还是这个小弟呢要来篡位？那这个东西我就不能说了。就是要大家准时收看孔雀云，才会知影对啊。哦，所以这周算是嘿兄弟做的啦，吼啊，这是大哥的女人。对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嘉轩。那我在戏里面演的是 V 零色。V 零色啊。对，那虽然说呢，很多的大哥的女人、老婆都过着非常好的生活，像 V 零朵来就是让我过得非常富裕，然后呢，所有的富裕啊。各个生活都满足，但是在感情上面，我们两个人却是非常的不协和，不协调，同床异梦的感觉。就是见了面我们就会吵架，然后就是整天心里面都在想说，到底我的先生爱不爱我，为什么都不爱我这样？那其实所以并不是说做老大的女人就是很幸福，那最后呢，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情。那今天真的就是大家要准时收看。我们的孔雀鱼才会知道这后面所发生的一切哦。好，一言不合就吵起来的夫妻。阿哥来，小弟喜恩。你好，我是张爱兴，然后我饰演里面的小弟。我大爱不在你甲我介绍过啊，所以我就不讲。有安尼吗？走不得了。安尼问你好，你刚刚这出戏内底，你咧演的时阵，感觉印象上深的是啥物部分？敢若是甲安心亚对无？对，就阮两个关的，敢若是。有淡薄 CP 啦 ，CP 啦，CP 啦，尴尬了，还是你甲我讲的？歹势啊，这我等下，会使无啦，CP 会使无啦，你甲我讲。哦，CP 啦。人是出自意愿的，我无甲公票哦。公票啦，我看到看到。安尼看这堆是毋 CP？ 啊，就爱看到，就爱看空秀戏较济啦。好，多谢三位，知道谢谢。是蓝伟华、李新文、够亮哲，欢迎三位。我想去个你，欢迎三位。好，这周叫做编采周啦，警察组啦，都是长官带着警察们。好，嘛是要请三位先来介绍家己的角色，来先好，伟华先。我三是刑事组的啦。刑事组的。新闻是我的长官，我是队长。队长。伊是我的妈是。最菜的吗？打球啦。哦，打球啦。正式啦。好，亮哲嘞。大家好，我是亮哲。我在孔雀里面饰演的是阿健啊，原本是张力他的那个手下。然后后来呢，伊甲我借钱了，人有失踪。无去啊，所以我一直怀疑讲是伊公仔无甲我的钱订走，所以我其实我失踪跟我有关系，还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我就其实我在内底是饰演一个一直霸凌李心洁的角色。哦。对，他在我身边都过得很痛。他霸凌，然后我保护他。
哦，一个对比啦。关系足复杂。到最后我真正是希望大家可以一直看到最后啦，因为足侪线索你袂当捞到去。系啊，第一集跟第八集嘛，对无？拢爱锁定安尼。爱锁定的。看了有第二季。到第二季，哇，足期待！好，多谢亮子，过来，还有我李新文，我伫内面演一个分局长啊，因的 DC 啦，即几个吼，若毋是因为因吼，我袂掠你一个灰色地带，拢是票因陷害。啊，你够会咩？我是看地标的，看有你知。看伊哪知？我伫演这角色之前哦，有敲着个警察朋友，才知影我演这个分局长是小联盟。小联盟，啊，跟我们大联盟。大联盟就是六都了。哦。所以我们算是地方的啦。角落的这个一个地区的分局长啦。它里面发生了一些形形色色的故事啊，我相信这个两位女主角都诠释的非常好，还有这两位行政队的那个冲康不知道讲干嘛袂使讲，嘛无剧透啊。你们西亚跟手人的关系嘛，做回来，所以伫咧顶界嘛是有小联盟、大联盟，像咧拍棒球安尼就对。啊，亮泽是毋是嘛有打电话互朋友，因为要演咧警察啦，安怎演？你甲有问一下。我有简单问一下，讲其实刑警甲一般制服的警察的关系，还有表现无啥共。无啥共。制服警察员其中比较知识化一点，会经理啊，刑警。因为我相信知道导演这次以这个题材来做，需要我们非常的演员之间非常有默契，就像真的像是亲情，就像兄弟一样。对，所以我特别去询问了一下刑警，他就说平常这些便衣们就是彼此就很像兄弟。啊，讲话嘛是有迄个靠。啊，像讲是安怎，敢会当示范一下？无啊，就安尼讲话。对啊，你发生什么代志？咱惊你啦，就是他不是那么对。哦，有差。因为俩出心理戏嘛，就是一起出生入死，所以感情嘛爱足够的。迄甲这号警察是完全无共款的表现。这个戏因为全部拢是台语全发音的啦，所以很多官话啦、方法都是用台语来讲，官话啦，拢是用台语来讲的，这就是。一点仔考验，一个挑战对无？这是一个挑战呐。因为这个官话拢是很自私的。是。对，加翻成台语就是一个功夫啊。但有像讲啥物，咱听过最难讲的。有一段暗歌你爱看一下。好，我真的是爱看伊咯，对啊。嘛是共款是记者会。嘛是记者会。心情非常的震荡嘛。记者会你NG是怎大？大爆料。好，多谢三位，一定爱看咱的空手戏哦，谢谢强哥。过来，咱就来欢迎咱女主角咯，咱的以心、安心雅，还有叶永恒，来介绍一下，我先过来先，欢迎以心，好，这里有安心雅，还有叶永恒。来，我们往中间。大家好，我是欣。As you know， 我以前不会讲台语，即马淡薄啊。淡薄会使讲啊。对，以前即届是头一届演台语戏对无？所以讲台语是一个挑战。啊，你感觉演亚男即个角色上困难的伫倒位？我来讲国语。好，请讲，一直 OK。我嘛是啊，因为我嘛是台语有一点仔淡薄仔要袂认得好。亚男他就是最难演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他要去很多很脏的地方。因为他是演清洁人员。对，然后也有一些意外，比如说他会突然跌倒啊，头躺在蛆里面啊，或者是突然打开衣橱，然后有死掉的猫啊什么之类的，这种其实是这个角色最难扮演的。除了语言之外 ，OK， 所以要常常演那个惊到的反应吗？惊到吓到，然后昏倒这样。真的在很脏的环境里，以及我们每天都要穿着从头包到尾的衣服，然后热到，其实是在
夏天啊，所以非常热，热到我们都是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哦，如果我没有讲话，然后躺在那边，你们要叫我，不然就昏倒了，热昏了。哦，所以热也是一个问题。非常热。那另外像安心亚这一次演的是小雪，大家都看到无同款的安心亚，漂亮小雪，漂亮小雪，漂亮的。OK， 啊，这个你内底我有看到咧安心亚有这个台词拢是就来的，就是讲很犀利啦，很呛啦。刚刚讲到很呛，啊，这个是你家己想的，还是有甲导演来讨论的？有跟制作人，因为我有想一些比较低俗一点的台语，然后由制作人配上。然后因为我妈妈都是我的台语小老师，那因为妈妈本身比较有气质，就是她讲的话还是比较不够像小雪。对，所以会请到制作人要怎么样，让台词更像小雪，然后也会请教我的干狗狗张在兴，但是因为张在兴又有点太低俗了，就又要调整回来，再调整，他太江湖了，太江湖了。反正就是有接地气的感觉，但是又不能太那个。对，就跟大家讨教一下。讨教一下。好，啊，永恒是影星的儿子嘛，对不？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欢迎永恒。好，多谢这演员的回应。啊，今嘛请3位演员先徛伫台顶，今嘛咱要来大合照咯。所以请所有演员嘛做伙来台顶遮，做伙来翕一下相。啊，搁有来咱的贵宾，欢迎咱的副总，啊，搁有咱的台长嘛是起来台顶遮，跟大家翕一下相。咱这个卡西是咧是足厉害的吼，空手艺是足精彩的。来，请大家起来台顶遮。好，来台长，啊，搁有咱的副总。来，空手艺就是你的，在这礼拜29月29号就要来播出咯。恭喜台一台，啊，搁咱华视主频12台拢会来播出，网络顶嘛是看得到哦。来，先看头前的镜头，耶！好，这个要往前一点点。啊，你会使讲，卖讲到家己的面哦，拢会看到哦。来，各位媒体朋友，需要画面的可以举个手。右边。好，来看右边，下面现在媒体朋友，都会看下面哦。会使吗？好，永恩再来看一下。永恩看一下，永恩。全部拍起来，来看这台哦。头前哦。这台是全国的哦。我供应全国的哦。这个吼，咱的空手戏啊，而且礼拜日就要开始播出哦。咱即马来看这台。好，勇哥我，不要紧，你无搞，咱可以上道具，上道具可以当题吗？好，这台。好，来板子。好，来道具请上，来拿个板板。空手戏来伫公司台一台礼拜日的暗时8点，啊，有咱华视主频12台，每礼拜日暗时的10点就会来播出咯。啊，伫网络顶嘛看会到啦，像咧咱的 LINE TV、中华电视 Happy Video 影剧馆 Plus， 啊嘛有爱奇艺的国际版，嘛拢看会到空手戏哦。伫个礼拜日暗时的11点，请大家一定爱来看。好，大家哦，收一个，收一个。还有谁？好，另外还有手哈，有拿板的，另外手拿出来比赞，来了。比赞，来个 pose， 比个赞哦。好，中间的媒体朋友需要补充这边。好，来后面请看蔡哥，红色衣服的蔡哥。来，哥哥，过来，来，然后这边来，那个板子拿进来一点。好，来看镜头。脸不要被挡到哦 ，OK。
来动态也拍一下，动态拍一下。这边，去打。下一个。后面等一下要。带起来哦，歌舞哦。后面的美女朋友也想要捕捉画面，请原本往后看一下，往后面的电视媒体朋友，来，请大家笑一个。好 ，OK 啊，来看右边的美女朋友，右边，好的，左边美女朋友也需要一张。OK， 好，感谢大家。现在我们道具可以先下啦。咱的贵宾多谢台长，还有副总，会当先领座，多谢台长，还有副总。演员搁留伫内顶哦。即马演员家己来翕一张，来进行大合照。来，演员，很好 ，OK， 可以。好，先看中间。好，中间的美女朋友，还有哪边需要呢？中间的美女朋友 ，OK， 好，上面。来个 pose 吧，来比个 pose 打比什么？耶！还要爱心也 OK 哦，来比个脸颊爱心，来换个 pose 脸颊爱心，脸颊爱心，卡哇伊的。要当信号就报警。我去过。去过啊，去过哈，出塞呀。好，换好鞋。哎，很好。OK。站起来哦，站起来哦，歌舞哦，都跳起来哦，爱心都来起来。好，后面的美女朋友。落下，美女姐，去哪？好，头前的。哦，对啊，我许妹来，脸颊爱心来。爱心 ，OK， 这多谢，多谢好，今晚咱的演员要来分组照咯。第一组老田来宾的是新安西亚的叶永涵3位。先看前面。来，视线看一层。好，往右边，右手边。好，3位先看前面右手边的摄影大哥。好，有没有哪边？好，中间还需要捕捉一点画面。OK， 右边啊，左边的美女朋友，来，我们请往左边看哦。这边。好，左边的美女朋友再拍个几张 ，OK， 好，后面的美女朋友也需要哦。好，2个。OK， 再来。
右边的美女朋友需要在你旁边，右边。好，右边。好，哪边的女朋友还需要右边的？左边。好，左边呢？好，叉腰的 pose。好。OK。你的安心好了，来，可以。走开。对，转。谢谢安心啊，谢谢，我们有请以心。好，一样先在中间。好，右边的美女朋友。好，中间再来一下哦，中间。好，左边的美女朋友，左边。还有没有哪边的美女朋友 ？OK， 需要的。好。OK， 好，感谢以心。OK， 再来是蓝慧华、以心、安心雅跟亮哲，请到台前来。来，跟紧啊，我们这个来。来，女生中间，女生中间，女生中间。OK， 很好，这样。来。右边，视线那一边。好，右边的美女朋友还需要一点方便呢，请看右边，一起看右边呢。OK， 中间。好，还有左边的美女朋友。来看我收尾来。好，中间再来一张。好。很好。OK， 好，非常感谢。我们接下来要有请3位男主角蓝慧华、李晴雯跟亮哲留在台上。谢谢安心雅跟以心。我们请蓝慧华、李晴雯跟亮哲。镜头二来。帅气。好，先看中间哦。OK， 中间的美女朋友，好，我们往右边的美女朋友，视线一起看向右边。OK， 右边的美女朋友还需要啊。OK， 中间我们看中间，好，放开一点。不要带到身体。好，往那边。OK， 好，中间。帅哦。好，左边的美女朋友也需要你旁边，左边，把视线看向左边。好，我们先左边再右边，好，右边，哎，右边 OK 了，好，左边。OK。最后回到我来。好，再回到中间。可以来，回花。很好 ，OK， 谢谢3位。再来，请张在熙、夏思婷还有张嘉轩一起到台上来。兄弟组，黑道组，来，请上台。钩子。耶，先看中间喽。好，往右边。稍微右边。
非常感谢三位，接下来有请罗志强。